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。我是一位在台湾看诊30多年的老医师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。在我这么多年的行医经验里，最常看到的病人就是那些说不出哪里真的生病，可是每天都觉得怪怪的人。他们来到诊间，总是跟我说：“医师啊，我喉咙一直很前，怎么睡都睡不好，胃酸又多，整天觉得身体燥热，可是又说不出来到底哪里不舒服。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？觉得自己好像没真的生病，可是每天都不太对劲。让我帮你点名一下这些症状。早上起床的时候，喉咙前到一直想清喉咙，对不对？手心、脚心常常觉得烫烫的，好像火气很大的样子。明明整个人很累，可是躺下去就是睡不好，还会做一堆奇奇怪怪的梦，胃也常常胀的胃酸又多，吃一点点东西就觉得不舒服。这些症状看起来零零碎碎的，好像没什么关联，可是我要告诉你，它们其实可能是同一个根源问题造成的。现在我要跟你说一句很重要的话，请你仔细听。如果你现在就把影片关掉，只当作自己最近比较累而已，你很可能就错过了一个帮血管减压、帮身体降火的重要机会。而且时间久了，这些问题甚至会悄悄拉高你中风、心肌梗塞的风险。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能收到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在认真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数字1，如果没有就打数字0。但是请你放心，我今天要跟你分享的东西不是什么昂贵的药品，也不是保健食品，而是很多阿公阿妈以前就在喝，却慢慢被我们忘记的一碗开水冲淡。只要方法用对，不到1个礼拜，你的身体就会出现至少5个好转的变化。到底是哪5个变化？请你继续看下去。我们先来延续刚刚讲的那些症状。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为什么同一个人会同时出现喉咙前、睡不好、心理烦躁，又容易胃不舒服这些状况？这不是单一器官的问题，而是你整个身体水分背后的系统出问题了。我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来帮你理解。你可以把人体想象成一个放在炉火上的茶壶，茶壶里面的水就是我们身体的阴液，包括血液、津液这些东西，而炉火就是我们的阳气。年轻的时候，茶壶里的水很多，火也刚刚好，整个系统运转得很顺畅。可是随着年纪慢慢增长，再加上生活压力大，睡眠品质不好，茶壶里的水就慢慢被蒸发掉了。但是问题来了，炉火还是一样大，这时候会发生什么事？茶壶开始冒烟，开始发出声音，甚至开始烧焦。这就是我们身体出现那些燥热、前燥、睡不好、心烦症状的原因。所以你看，这不是单纯的火气大而已。用台语来讲，不是火气太旺的问题，而是身体里那湖水慢慢变少了，看起来好像是火太大，其实真正的问题是水太少。这个状况在中医里面有一个专门的名词，叫做阴虚火旺。那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很多人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喝凉茶、喝退火饮料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那样做只是在把你剩下的水倒掉而已，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。我们真正要做的是帮身体把水补回来，而这就是我今天要跟你讲的这一碗开水冲淡的关键作用。它不是在帮你灭火，而是在帮你的身体慢慢把那壶水重新装满。接下来我会一步一步告诉你，这一碗东西到底能带来哪些具体的改变。好，在我们开始深入讲解之前，我先把结论告诉你，这一碗开水冲淡到底能带来哪5个好处。第一个好处是滋阴降火，你的喉咙不会再那么前，手心、脚心也不会一直觉得烫烫的。第二个好处
是养胃和中，你的胃就像是穿上了一件温暖的内衣，不会再动不动就刺痛、胀气。第3个好处是润肺利咽。如果你常常要讲话、唱歌，或是做客服工作，你会发现声音不那么容易沙哑了。第4个好处是补脑安神，你会睡得比较沉，白天也比较不会莫名其妙的烦躁。第5个好处是快补元气，特别是生病之后、年纪大了或是食欲很差的人，喝这一碗可以让体力比较撑得住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一碗东西就有5种效果？你不需要买一大堆维他命、一大堆保健品，只要1颗好的鸡蛋加上1碗滚烫的开水就能做到。这碗东西在以前台湾物资缺乏的年代，是很多长辈心中的平民牛奶。那时候没有什么营养补充品，阿公阿妈就是靠这一碗来补身体。当然，我也要跟你说清楚，这一碗开水冲蛋不是万能仙丹，它不会让你从此不用看医生、不用吃药，它只是一个很好的日常调养方法，帮助你的身体慢慢回到比较平衡的状态。接下来的每一段，我会从医学的角度、营养学的角度，还有老一辈的经验，慢慢把这5个好处一个一个讲清楚给你听。现在我们来讲第1个和第2个好处：滋阴降火，还有养胃和中。先讲滋阴降火。在中医的观点里，鸡蛋是一个很特别的食物，蛋黄偏温性，可以补血补阴，而蛋白微微偏凉，可以带走体内的虚火。当你用滚烫的开水把蛋冲成半熟的状态，这2种特性就汇结合在一起，形成一个非常平衡的补养效果。你喝下去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呢？就像是一场从喉咙一路往下走的小雨，慢慢的把前燥的黏膜润湿，你的喉咙不会再那么浅痒，手心、脚心那肿烫烫的感觉也会慢慢减轻。这不是1天2天就看得到的效果，而是要连续喝个3天5天，你才会发现，咦，怎么好像比较不会口乾舌燥了。再来讲第2个好处，养胃和中。我常常跟病人说，胃就像一个怕冷又怕刺激的小孩子。你早上空腹的时候喝冰牛奶，或是吃太辣、太油的东西，胃马上就会开始闹脾气、胀气、胃酸、刺痛。开水冲蛋的蛋白至精，过热水冲成半熟之后，会对胃黏膜形成一层温暖的保护层，就像是替你的胃穿上一件软软的、暖暖的内衣。这样一来，胃就不会那么容易受到刺激。特别是早上必须空腹吃药的长辈，像是要吃降血压的药、心脏的药，如果直接吃下去，胃常常会不舒服。这时候如果先喝1碗开水冲蛋，再吃药，就可以减轻很多胃部的负担。我建议喝的时段是早上起床之后、吃药之前，或是早餐之前。记得不是喝越多越好，1天1次就够了，喝太多反而会增加身体的负担。另外要提醒一下，如果你有胃溃疡或是其他特殊的消化道疾病，在开始喝之前，还是要先跟你的医师讨论一下，比较安全。接下来我们讲第3个和第4个，好，处润肺利咽，还有补脑安神。先讲润肺利咽。如果你是老师、柜台人员、服务业，或是常常要讲电话的人，你一定很有感觉，喉咙就像是每天被砂纸磨过一样，粗粗的、痛痛的。鸡蛋本身就有润肺的效果，如果你在冲好之后再加一个点芝麻油，效果会更好。这就像是替前裂的土地抹上一层薄薄的水膜，让喉咙的黏膜慢慢恢复滋润。但是要记得，这个方法不是用来立刻治好感冒或是发炎的，而是用来改善你长期前兆的体质。如果你现在正在感冒、喉咙红肿疼痛，还是要先看医生，吃药，不要只靠喝这一碗。再来讲第4个
好处补脑安神，这个部分我要结合一点营养学的知识来跟你说明。鸡蛋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，叫做卵磷脂，还有胆碱。这两个东西是我们大脑神经细胞膜的重要原料。如果身体缺乏这些营养，大脑的运作就会比较不顺畅，人也会比较容易烦躁，睡不好。我在这里要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。台中有一位68岁的陈伯伯，退休之后每天晚上越睡越晚，不管怎么样都睡不熟。他躺下去之后，脑袋就是停不下来，一直在想东想西，翻来覆去，一整个晚上要醒好几次。他来找我看诊的时候，我除了开一些助眠的药给他之外，也建议他试试看每天早上固定喝1碗开水冲淡。同时，我也请他配合一些生活习惯的调整，像是提早关手机，睡前不要滑平板。连续1个礼拜之后，陈伯伯回来跟我说，他发现半夜醒来的次数变少了，而且白天的脾气也比较不容易爆发，他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好很多。我要强调的是，不是这1碗蛋让他所有的问题都消失了，而是这个每天早上喝1碗蛋的仪式，提醒了他要好好照顾自己。再配合生活习惯的调整，整体的效果就出来了。最后我还是要提醒一下，如果你有严重的忧郁症或是长期失眠的问题，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协助，不要只靠饮食撑住。现在我们来讲第5个，好处快补元气。我在诊间里常常看到一种状况，很多长辈生病之后，或是住院回来之后，体重一直掉，只吃得下一点点稀饭，一点点青菜。家人看了非常抓急，一下子买鸡精，一下子买营养品，结果长辈喝不完，胃反而更不舒服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这些补品虽然营养很丰富，可是对胃来说负担太重了，特别是年纪大的人，消化能力本来就比较弱，你一下子给他太多东西，胃根本消化不了。这时候开水冲淡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我用白话来跟你解释什么叫做预消化的概念。当你用滚烫的开水把蛋冲成半熟的时候，蛋白质已经被拆解成很细碎的小片了，等于是先帮你的胃拆解一部分的工作。这样一来，蛋进到胃里面之后就比较好消化，比较好吸收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你吃一大块肉，或是吃1颗油煎的荷包蛋，你的胃要花很多力气去把它们分解，可是开水冲蛋已经是半熟细碎的状态，胃的负担就小很多。所以这种形式特别适合牙口不好、消化能力弱的人。哪些人特别适合用这个方法来补元气呢？第一，生病之后正在恢复期的人；第二，体重掉太快，平常吃的很少的人；第三，走几步路就会喘、体力很差的人。如果你或是你的家人有这些状况，可以试试看，在早餐的时候用1碗开水冲蛋来取代其中1份蛋白质食物。记得不要再额外加一堆油炸的或是高脂肪的料理，这样反而会增加负担。最后我还是要提醒一下，如果你的肾功能不好，或是医师有特别交代要限制蛋白质的摄取量，就不能自己乱加蛋，一定要先问清楚你的主治医师，才能确保安全。好，讲了这么多好处，现在我要来教你怎么正确的冲1碗开水冲蛋。很多人以为开水冲蛋就是把生鸡蛋打到碗里，然后加一点温水搅一搅就好了。结果喝下去之后，不是拉肚子，就是觉得怪怪的。错在哪里？错在温度不够，时间不够，还有冲法不对。我现在就来教你6个关键步骤，只要照着做就不会出问题。步骤1，选蛋，一定要选新鲜的，来源可靠的，蛋壳完整，没有裂缝的鸡蛋。如果蛋壳有裂缝，细菌可能已经跑进去了，不管你怎么冲都不安全。
步骤2：选碗，用厚一点的陶瓷碗，不要用薄薄的塑胶碗。厚的陶瓷碗可以帮忙保温，避免温度掉太快，这样蛋才会熟透。步骤3：水要真的滚，要达到100度，这是最重要的一步。很多人用热水瓶里的水，可是热水瓶的水通常只有80几度，不够热。你一定要用刚刚煮滚的开水，才能把蛋真正冲熟。步骤4：冲的方式，把蛋打到碗里之后，一手慢慢画圈圈冲水，一手持续同方向搅拌，这样蛋花才会细致均匀，不会结成一大块。步骤5：焖的时间，冲好之后一定要盖上碗，盖或是用一个小盘子盖住，焖个2到3分钟。这个动作很重要，可以让蛋彻底熟透，降低细菌的风险。步骤6：调味与加料，你可以加一点点汁、麻油、一点点盐，或是一点点黑糖、蜂蜜，看你自己的体质和喜好。如果你想要加强滋补的效果，也可以加几颗枸杞，或是一点点黑芝麻。冲得好的开水冲蛋，看起来应该是什么样子？蛋花要像云朵一样细细的，汤色带一点乳白色，但是要清澈不浑浊。如果你冲出来的蛋汤又浊又黏，就表示水不够热，或是搅拌的方式不对。记住这6个步骤，你就可以安安心心的享受这一碗温暖又营养的开水冲蛋了。在你开始喝开水冲蛋之前，我要先告诉你，有3种情况的人要特别小心，甚至最好先不要喝。第一种，对蛋过敏的人，如果你吃蛋会起疹子、会痒、会呼吸困难，那就绝对不要尝试。这一点应该不用我多说，你自己一定知道。第二种，有严重高血脂、高胆固醇，或是医师有特别交代要严格控制动物性脂肪摄取的人。如果你有这些状况，在喝开水冲蛋之前，一定要先问过你的主治医师。虽然1颗蛋的胆固醇对大多数人来说没什么问题，可是如果你的状况比较特殊，还是要谨慎一点。第3种，正在发烧、有化脓性感染、脓黄痰很多，或是喉咙红肿、疼痛的人，这时候你的身体属于中医说的实热状态阴，该以退烧、消炎为主，不适合进补。等到你的急性症状缓解之后再来喝，就比较安全。除了这3种情况之外，我还要回答几个常见的问题。问题1：可以1天喝2碗吗？答案是，大多数人1天1碗就足够了，喝太多只会增加身体的负担，不会让效果变得更好。问题2：可以改用温水冲吗？不行，温度不够的话，蛋不会熟透，反而会增加细菌感染的风险。你一定要用真正滚烫的开水。问题3：小孩子可以喝吗？如果是学龄的孩童、青少年，而且没有蛋过敏的话，偶尔喝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对小孩子来说，更重要的是均衡饮食，不要只靠这一碗来补充营养。透过这些问题的解答，我希望可以把你心里的担心一一解开，该小心的地方要小心，但是也不需要有不必要的恐慌。只要你适合喝，照着正确的方法做，就可以安心享受这一碗开水冲蛋带来的好处。讲到最后，我想要把话题从营养拉回到生活的感觉。我小时候，台湾的物资还很匮乏，那时候阿公阿妈舍不得吃蛋，常常把蛋冲给小孩子喝，当成最珍贵的补品。在他们的心里，这一碗蛋就代表了对孩子的爱和照顾。现在我们的生活好多了，有更多选择，可以买各式各样的营养品、保健食品，可是我们却常常忘了这些简单又温暖的方法。我希望你可以试试看，把喝开水冲蛋这件事情变成你清晨的一个小仪式。想象一下，有一天早上，你提早5分钟起床，帮自己冲一碗热腾腾的开水冲蛋，
然后坐下来慢慢的喝，顺便想一想今天要怎么对自己好一点。这不只是在补充营养，更是在提醒自己，我值得被好好照顾。如果你有空的话，也可以为你的爸爸妈妈或是另一半多冲一碗，把这个动作变成一句无声的问候，我关心你。在这个忙碌的时代，我们常常忘记停下来好好照顾自己和家人。一碗开水冲淡，不会花你很多时间，也不会花你很多钱，可是它带来的温暖和滋养是无价的。当然，我最后还是要再次提醒你，这一碗开水冲淡不能代替医师的诊断和治疗。如果你有任何身体不舒服，还是要去看医生，该吃药就要吃药。如果你觉得今天这些分享对你有帮助，请帮影片按赞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请你把这支影片分享给正在为虚火、失眠、胃不好而烦恼的家人朋友。最后，我想邀请你在留言区跟我分享，你家里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冲淡故事，或是你有什么独门的做法？我很期待听到你的分享。谢谢你看到最后，祝你身体健康，生活愉快。我们下次再见。